柳，前面白鹭。诗圣岂可与之争色，执子之手，与之偕老。今年是中国文联成立的75周年。一直以来，中国文联对于传统文化、戏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。作为中国文联大家庭的一份子，我希望我们的家发展得越来越壮大，也希望我们的文艺创作越来越繁荣。衷心恭贺中国文联成立75周年，也祝愿我们的青春越来越好，我们的小百花越来越好，我们的中国文联大家庭越来越好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戏曲就一直吸引着我。越长大，我才越来越明白它的魅力所在。19年有练功的苦，也有收获的甜。我不想用坚持来形容这19年的时光，因为热爱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幸福的事。这些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穿汉服听戏曲。去年下半年，我们粤剧也在这样的潮流中乘风而起，年轻的观众越来越多地涌入剧场，和我们一同感受粤剧的魅力。这也激励了我，既要精益求精地去对待每一个舞台，也要多多地创造适应时代的舞台。粤剧正青春，戏曲正青春。我希望能够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演绎给更多人看。我珍爱小百花粤剧艺术，珍爱青春勇立潮头的价值追求。我明白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，我相信我们能够赓续文化传承发展，创造出更多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。